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休困。台语安尼写，休困。有的地头会讲歇困。华语的休息、歇息、放假，台语讲休困、歇困。你做规早啊，拢无休困，敢袂忝？啊，明仔载学校休困，学生烧少看电影。休困的休困日。今年过年虽然有10天的休困日，但是拜六都爱补班补课。有的人无赞成，讲安尼伤忝咯。过来，歇寒，嘛当讲歇冬，就是放寒假。学校开始歇寒，就表示要过年咯。啊，若歇热，放暑假。升高中、升大学的大考一考煞，学校就开始歇热。学生囡仔上痛，会当休2个月。过来，休凉，就是纳凉，就是乘凉的意思。日头真炎，真侪过路人到大树下休凉。过来，休昼，食中昼，也则是困中昼。休暗，暗时啊大眠休困。即摆已经真暗咯，咱就伫咧遮休暗刚好。啊，等一个休昼，咱来去路口头沟迄搭食水饺好无？过来休喘，喘时喘口气。我加袂去啊，拜托小可休喘一下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休困、歇困，实在真趣味。